欢迎收听2月27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呢要延续的昨天来继续分享约书亚记的23章4到13节。约书亚记的23章4到13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祷告的经文在第8节的地方，你们到现在一直忠于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继续对他忠心。你们到现在一直忠于上主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继续对他忠心。我用的这段经文呢，是现代中文译本的2019年版哦。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来提醒嘱咐以色列人，想必在年老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你会告诉后代子孙的话，或者是这些曾经跟你一起走过这个征战道路的伙伴们，一定会是很重要的事，是你心里面觉得很挂心，很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这样一起来跟随上帝的事情。在这里就说到，当他们已经得了这个迦南全地为他们的产业，然而这个得着应许其实是还有许多地方是还没有被征服的。不过在约书亚的信心看来，这些只要我们继续跟随上帝，就能够得着这应许之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到第5节的地方，其实就有讲到，如果他们照着上帝的应许，他们将要拥有这些土地。所以呢，约书亚呢就吩咐这个以色列人叮咛以色列人要照着摩西律法书上写的，真的不能够偏左或偏右，不要跟遗留目前还在这个迦南地上有些异族，不要跟他们的文化，不要跟他们的信仰，不要跟他们的生活来混杂，更不可能拜他们的神明。过去他们一直忠心于上帝，如今以色列人也要继续对上帝有忠心，以至于他们在这一块土地居住的时候，是能够活出谨慎爱主的生活跟生命。然而如果他们不这样去行的时候，这些破口，这些他们觉得没什么啦，这没办法影响我们，我们现在比较强大或许有一天反倒这些外族的势力、文化、信仰会来影响以色列人专心跟随上帝的心。在这段经文当中，约书亚的提醒不是一种年老的唠叨而已而是他深切的知道人的软弱。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或许因着没有选择，或许因着觉得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或许因着自己的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我们希望有个更强大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或许会比在顺境当中更容易依靠上帝。然而在这里，约书亚讲的是专心的依靠上帝，意思就是不论在逆境或顺境，我们都要来依靠这位创造我们的神，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而且在顺境当中更是要忠心于他的带领。其实讲到在顺境当中，人往往比较难察觉这些生命当中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稍微偏移，因为顺境当中都很顺利嘛，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害怕，没有什么挑战或许是这样。但是在顺境当中，约书亚更是提醒，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更是要忠心于上帝的带领，更是要在这样的时刻谨慎保守自己的心，保守自己所思所行所说，好叫我们没有机会
来偏离上帝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全境内，我们能够来得着完全来使上帝他的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应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让我们再次来思考，我是对上帝有忠心的人吗？我如何呈现在我的生活当中？特别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仍然忠心的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仍然分别我们的时间，分别我们的金钱，分别我们做什么的选择，甚至分别我们去到哪里。我想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顺境中要更忠心，在顺境中要更看见、更思想上帝他过去带领的美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的作为不仅是在我们逆境的时候，也是在我们顺境的时候。主，当我们能够自由呼吸，我们往往久了心里有一种想法，可能觉得是理所当然，甚至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连自由呼吸都是上帝你的作为，是你的恩典。主啊，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不论在顺境在逆境，我们都要专心的来跟随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从主来的提醒跟帮助，使我们的心能够连结于你，在主里面有忠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美好的应许，使我们的生命有目标有意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要将大事托付给你，也愿我们在大小事上都活出忠心的生命。我是思谦牧师，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下次见。